请问你半夜想哭时会自拍吗？半夜你不睡觉，你拍什么呀？请问你半夜哭了会自拍吗？哎，不问了，没必要呀，你这没活了也不至于这样吧？请问你半夜哭的时候会自拍吗？怎么半夜还哭还自拍啊？是什么人？怎么意思啊？就问你会不会哭的时候自拍？我们居委会韩老六那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就发自拍，就哭了，然后后来就被人找着了，就牵回去了。那你半夜哭了会自拍吗？你是不是对韩老六不感兴趣啊？啊，我就是韩老六。你不是姓金吗？哦，对，我是金老六。畅销全國，獲85年國家醫藥局優質產品稱號。3點幾啦，唔可以飲茶啦。我飲茶喺邊啦4月14、15號，廣州南方奇苑，快啲嚟啦！嚟啦！生仔離別就係我，要草生土，要分屋，冇屋飛入啲外來眼，雞同鴨講眼碌碌，眼科我。